各位香港嘅街坊同埋睇緊片嘅朋友，你哋有冇發現最近行街食飯個風向變到好犀利？明明我哋呢代人係食大家樂大，以前話大家樂大家嘅食堂，但係去到2026年初呢個時間點，你再睇下大家樂個業績，利潤竟然狂瀉咗70%咁多，真係跌落神壇，抌心口都冇用。與此同時，喺香港街頭巷尾有一間叫元記雲餃嘅鋪頭，好似雨後春筍咁開到周圍都係，仲要係每一間都排晒長龍。一邊係連鎖快餐巨頭利潤跌咗70%，一邊係38蚊嘅平霸套餐吸引到阿伯師奶排隊排到癲。呢場降維打擊到底係點樣發生嘅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現象，睇下點解我哋依家食個薄切豬扒飯要60-70蚊，而元記可以憑住現包現賣嘅雲吞，將本地老字號都打到要向佢哋入貨。我哋先講下大家樂呢個老大哥。以前大家樂係香港人嘅集體回憶，無論係早餐個大份到食唔晒嘅糯米雞，定係午餐嗰件厚切一哥焗豬扒飯，都係香港精神嘅象徵。但係呢2年，大家有冇覺得佢變晒質？好多網民喺討論區投訴，話依家去大家樂食個豬扒飯，件豬扒薄到好似張紙咁，甚至有啲人用禪液嚟形容，仲要賣成60-70蚊一份。你話依家物價貴，大家都可以理解，但係當你用60-70蚊換嚟嘅係一份質素平庸、肉質乾爭爭，仲要薄到毛咁嘅豬扒，香港人嘅心理關口真係好難過。好多人會覺得我出呢個價錢，竟然被當係水魚咁劏。正當呢啲傳統快餐店因為成本上漲，利潤狂瀉70%而喺度掙扎嘅時候，元記雲餃就用一種好暴力嘅方式闖入咗香港市場。你行過元記嘅門口，最吸引你眼球嘅一定係嗰個透明櫥窗，入面坐住幾個姐姐，摩拳擦掌，手起刀落咁喺度包雲吞同餃子。呢種現包現賣嘅模式，對香港人嚟講簡直係一種降維打擊。你要知道，喺大家樂或者大快活呢啲連鎖店，好多嘢食都係中央工廠做完，再運去分店加熱或者簡單處理。雖然效率高，但係嗰種鮮味同埋人情味就真係差咗一大截。元記雲餃捉住咗香港人最核心嘅痛點：新鮮、平、快。佢哋一個套餐有麵有雲吞，38蚊就有交易。喺2026年嘅香港，38蚊可以食到啲乜？去茶餐廳分分鐘連個特餐都食唔到。所以你見到啲阿伯師奶，甚至係後生仔都願意排隊，因為佢哋見到係現包，覺得係新鮮嘢，心理上已經贏咗一仗。元記呢種做法，其實就係用內地嗰套極致嘅供應鏈管理，直接空降落嚟香港。佢哋唔需要華麗嘅裝修，唔需要大大個鋪位，只要有個櫥窗俾你睇到姐姐包餃子，呢種視覺效果就已經係最好嘅廣告。好多人會問，點解元記可以做得咁平？係咪啲肉有問題？其實呢度就係降維打擊最恐怖嘅地方。元記喺內地有幾千間分店，佢哋嘅採購量係天文數字。當佢哋落到嚟香港，佢哋嘅供應鏈係直接同總部對接，無論係麵粉、豬肉定係蝦仁，成本都可以壓到極低。相比之下，香港本地嘅快餐店或者老字號麵檔，佢哋嘅採購規模點都比唔上。加上香港人工貴、租金貴，本地鋪頭要維持利潤，就唯有加價或者縮減食材質素。大家樂利潤跌咗70%，好大程度上係因為佢哋嘅營運模式太重，面對住呢種極致效率嘅對手，顯得有心冇力。講到呢度，我不得不提一個令好多人心碎嘅消息，就係有啲本地開咗幾十年嘅老字號麵檔，居然都被逼向元記呢類品牌入貨。點解？因為自己請人包雲吞真係太貴啦。一個熟手包雲吞嘅姐姐喺香港嘅人工可能要萬幾2萬蚊，仲要未必請到人。後生嗰輩邊個肯同你坐喺度包雲吞包一日？但係元記呢類連鎖店，佢哋可以用標準化嘅流程去培訓，甚至係半自動化。當本地老字號發現自己包嘅成本係5蚊一粒，而向元記或者類似嘅內地供應商入貨只需2蚊一粒，仲要味道唔差，喺生存壓力之下，
好多鋪頭都只能夠低頭。呢種情況對於香港製造或者香港味道嚟講，真係一個好大嘅衝擊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2026年嘅香港街頭，當你走入一間裝修得古色古香、招牌寫住幾十年歷史嘅麵檔，你滿心期待想食一碗正宗嘅細蓉，點知入面嗰粒雲吞，其實係同你喺原記食到嘅係同一個味，呢種感覺係幾咁崩潰。但係現實就係咁殘酷，當大家樂呢啲巨頭利潤都跌咗70%嘅時候，小商戶嘅生存空間更加狹窄。元記雲餃之所以能夠成功，仲有一點好聰明，就係佢哋嘅定位。佢哋唔係定位做高檔食府，亦都唔係純粹嘅平民飯堂，佢哋係定位做家庭廚房嘅延伸。好多師奶落街買餸，見到元記嘅餃子現包現賣，就順便買一打返屋企煮俾細路食，因為佢哋覺得睇住你包，總好過買超市嗰啲急凍餃子，而且價錢又唔係貴好多。呢種新鮮嘅標籤喺今時今日注重健康同品質嘅香港市場，簡直係一張王牌。對比反大家樂，佢哋似乎陷入咗一個惡性循環，利潤跌咗70%，為咗對股東交代，就唯有縮減開支。縮減開支最直接嘅方法係乜？咪就係減食材分量，或者用更平嘅原材料咯。於是豬扒越來越薄，飯量越來越少，味道越來越工業化。消費者唔係傻嘅，大家去食飯係想求個溫飽，求個開心，唔係想去俾錢受氣。當大家樂賣60-70蚊一份薄切豬扒飯，而隔籬元記賣38蚊一碗飽滿嘅雲吞麵，仲有埋現包嘅噱頭，勝負其實一早已經定咗。我哋再深入分析下，點解大家樂利潤會狂瀉70%？除咗競爭對手強大之外，其實同香港人嘅消費習慣改變都有好大關係。依家係2026年，大家已經好習慣北上消費。每逢週末，深圳嘅商場都係香港人，大家喺上面見慣咗嗰啲性價比極高嘅餐飲。反到香港，你仲叫我用70蚊食件只咁薄嘅豬扒？我心理上真係平衡唔到。元記雲餃嘅聰明之處，就係佢將深圳嘅物價、深圳嘅模式直接搬咗嚟香港。雖然因為租金同人工問題，香港元記係貴過深圳，但係喺香港呢個環境下，佢依然係平霸。呢種降維打擊最厲害嘅地方，係佢徹底摧毀咗原本香港快餐店嘅定價權。以前大家樂話賣60蚊，其他茶餐廳就跟住賣60蚊，因為大家成本差唔多。但而家元記話我賣38蚊，仲要新鮮現包，呢個時候大家樂如果要保住個市場，佢就要減價，但係佢個營運成本又減唔到，於是乎利潤就咁樣被一點一滴咁蠶食掉。70%嘅跌幅唔係一個意外，而係一個時代嘅終結。我諗返起1968年大家樂創辦嘅時候，佢哋係想為基層市民提供一個舒適、乾淨嘅進餐環境。嗰陣時去大家樂食飯係一種時尚，係一種生活態度。但係幾十年過去咗，大家樂變得太龐大、太官僚、太依賴數據，而忽視咗食客嘅真實感受。佢哋每日可能只係睇住個報表，諗住點樣再省多1%嘅成本，但係就冇諗過，當你件豬扒薄到咁嘅時候，你已經失咗個心。而元記雲餃呢類新勢力，佢哋係帶住互聯網思維入嚟嘅，佢哋明白乜嘢叫做流量，乜嘢叫做用戶體驗。櫥窗包餃子就係流量，38蚊套餐就係用戶體驗。佢哋唔需要同你講歷史，唔需要同你講人情味，佢哋直接用產品同價錢去說話。對於阿伯師奶嚟講，佢哋唔會理你係邊度品牌，佢哋只係知38蚊有得飽，仲要熱辣辣，咁就夠啦。呢個現象背後，其實反映咗香港餐飲業一個好大嘅危機。如果連大家樂呢類有規模效應嘅大財團都搞唔掂，咁其他中小型食肆仲有點樣生存？我哋見到好多本地老字號，一係就做唔住結業，一係就唯有妥協，去入嗰啲連鎖品牌嘅貨。香港人引以為傲嘅鮮味同多樣化，正喺度被標準化嘅大工業模式慢慢取代。
元記嘅38蚊套餐雖然好吸引，但係如果有一日成條街都係元記，成個香港都係呢種標準化嘅味道，咁香港仲係唔係我哋熟悉嘅美食天堂？不過換個角度睇，呢種競爭亦都係一種優勝劣汰。大家樂利潤狂瀉70%，其實係俾佢哋一個好大嘅警號。如果唔想被淘汰，就一定要改革。唔可以再當消費者係水魚，唔可以再用啲禪翼豬扒嚟應付人。消費者嘅錢係好難賺嘅，尤其係喺2026年呢種經濟環境下，大家嘅每一分錢都係辛苦錢。我哋要求嘅唔係乜嘢龍肉，而係一份對得住個價錢嘅尊重。講到呢度，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喺元記排隊嘅見聞。我有一次喺深水埗嗰邊見到一間元記，排隊排咗幾十人，入面真係好多老人家。我問其中一個阿伯，點解你唔去大家樂坐得舒服啲？阿伯同我講，後生仔，大家樂依家貴到飛起，食件豬扒都好似食紙咁，仲要自己去攞餐，排隊都排死人。呢度雖然窄啲，但係起碼啲雲吞夠大粒，38蚊有一碗，仲想點？呢番話真係好直白，亦都好反映現實。元記雲餃嘅成功，某程度上係因為佢哋做到咗去煩就揀，佢哋唔搞咁多花臣，就係專心做好雲吞同餃子呢兩樣嘢。相比之下，大家樂個餐牌琳琅滿目，但係樣樣都做得平庸。喺2026年初呢個時代，大家嘅注意力都好有限，消費力亦都變得理性。你只要有一兩樣嘢係做得特別出色，做得特別有性價比，你就贏咗。當然，元記亦都唔係無缺點，佢哋嘅鋪面通常都好逼，甚至冇乜位坐。大部分人係買走返去煮，或者係快手食完就走。但係呢種模式正正避開咗香港昂貴嘅租金負擔。既然我唔提供咁舒適嘅環境，我就將慳落嚟嘅錢放返喺食材同價錢上面。呢種策略喺高地價嘅香港真係非常奏效。有人會擔心元記呢類品牌會唔會最後壟斷咗市場？我諗呢個擔憂係存在嘅。當佢哋規模大到一個程度，佢哋就可以控制供應鏈，甚至可以左右市場嘅價格。但係喺目前嚟講，佢哋嘅出現確實係俾咗香港人多一個選擇，亦都係俾咗傳統快餐巨頭一個重擊。大家樂如果仲唔醒覺，仲係諗住點樣繼續湯水魚，咁利潤跌70%可能只係一個開始，未來分分鐘會出現虧損。我哋再睇下數據，根據2025至2026年嘅餐飲業調查，香港人對性價比嘅關注度已經達到咗歷史新高。以前大家可能唔介意多俾10蚊8蚊去換取一個品牌，但而家大家會覺得嗰10蚊8蚊我可以留返嚟買多幾粒雲吞。元記雲餃嘅38蚊套餐，正好切合咗呢種心態。佢哋唔需要做太多廣告，因為排隊嘅人流就係最好嘅廣告。而家嘅香港人對於誠意呢樣嘢好敏感。點解大家會覺得大家樂無誠意？因為你用高價買返嚟嘅係一份縮水嘅食物，而元記嘅誠意就係嗰個透明櫥窗入面，姐姐不停包雲吞嘅雙手。雖然呢種誠意係可以被量化、被工業化嘅，但係起碼喺消費者眼中，佢係可見嘅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問下大家，你哋上一次去食大家樂係幾時？當時你食咗啲乜？你覺得嗰份餐值唔值得嗰個價錢？定係你已經轉投咗元記雲餃或者其他新興品牌嘅懷抱？我哋見證住一個餐飲巨頭嘅衰落，亦都見證住一個新霸主嘅崛起。呢場關於豬扒同雲吞嘅戰爭，其實係一場關於效率、成本同誠意嘅戰爭。大家樂嘅管理層依家一定好頭痛，佢哋要諗點樣應對呢場降維打擊，係要一齊打價格戰，定係要提升質素？如果打價格戰，利潤可能會跌得仲犀利；如果提升質素，成本又會上升。呢個就係傳統大型企業嘅困境，轉身太慢，包袱太重。而元記呢類公司，佢哋好似特種部隊咁，目標明確，動作迅速，
喺你仲未反應過嚟嘅時候，已經搶走咗你班客。甚至有人講笑話，將來香港人嘅早餐可能係原記，午餐係原記，晚餐都係原記。雖然呢個係誇張咗啲，但係呢種趨勢真係不容忽視。連本地老字號都要向佢哋入貨，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好強烈嘅信號，代表住香港餐飲業嘅底層邏輯已經發生咗根本性嘅改變。我哋唔可以再用舊有嘅思維去睇呢個市場。2026年，香港嘅消費環境真係好唔同，大家越來越追求實惠，呢種實惠唔係單純嘅平，而係要超值。當你發現你以前信賴嘅老品牌再提供唔到超值感嘅時候，你就會毫不猶豫咁轉身離開。大家樂利潤狂瀉70%，就係呢種群體性轉向嘅結果。最後我想講，無論係大家樂定係元記雲餃，其實都係呢個時代嘅縮影。大家樂代表咗過去香港嗰種穩健、連鎖、標準化嘅成功模式，而元記就代表咗依家呢種極致效率、供應鏈優勢，甚至係帶有一啲外來基因嘅新型競爭力。作為消費者，我哋當然希望有更多競爭，因為咁樣我哋先可以喺60-70蚊嘅薄切豬扒飯同38蚊嘅現包雲吞之間揾到真正適合自己嘅選擇。但係作為香港人，我亦都希望我哋本地嘅品牌可以生生性性，唔好再當我哋係水魚，唔好再消磨我哋對品牌嘅信任。利潤跌咗70%，其實係一個重新出發嘅契機。如果大家樂可以揾返當年大家嘅食堂嗰種初衷，將件豬扒整反厚少少，將份量做反足啲，我相信大家依然係會支持嘅。至於元記，佢哋嘅降維打擊確實好強悍，但係點樣喺香港呢個咁講究品質嘅地方長久落去，亦都係佢哋要面對嘅挑戰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分析到呢度。呢場雲吞大戰豬扒嘅戲碼，相信仲有排做。大家以後行街見到啲排隊人龍，不妨諗下，到底係因為嗰樣嘢真係咁好食，定係因為其他競爭對手實在做得太差呢？記住，每一餐飯我哋都係用緊手上面嘅銀紙嚟投票。呢場餐飲業嘅大洗牌，每一個人都係參與者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俾大家一啲思考。點解我哋依家食得咁辛苦？點解60-70蚊都食唔到一份似樣嘅豬扒？呢啲問題嘅答案可能就藏喺嗰間利潤跌咗70%嘅快餐店入面，亦都可能藏喺嗰粒38蚊套餐嘅雲吞入面。2026年係香港餐飲業變天嘅一年，我哋一齊拭目以待。